请收看因果禅灵红宝忏。良早设想发现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。脚无永远徛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金面招牌。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。打拼的人，脚无永远徛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金面招牌。观世音菩萨，你大慈大悲，庇佑我第二个后生萧燕，会当顺利娶第二房，佮加生几个查甫孙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将军转来啊！哦，哈细爷，阿妹，两位姑娘救我，你怪硬水多些。多谢两位姑娘救阮相公一命，感恩不尽。唔免说多谢啦，今仔日哦，会当甲将军解围哦，这是阮两个来恭敬啊。阮相公会当识三两位军国英雄，是阮相公的福气。啊，哪会听徛点了讲话，唔着紧请人客坐啊？哦，是，请坐，请坐。拄则刚顾着讲话，煞等咱两位。啊，你讲坐啦，好，坐个。阿娘，我伫半路发生意外，加载这两位姑娘解救我。真是的哦，啊，真多谢，来来来，紧坐啦，嘛是搁叫咱坐哦。啊，坐。老夫人，时间已经这么晚，阮还阁要赶紧转去，所以不便叫了。啊，等唔着留咧过暗，明仔载才转去嘛，还袂慢啊。对啦，啊，过暗都无问题。多谢老夫人的好意，阮已经出门足久啊，所以我是惊讲阮的爸母会烦恼，阮也是要赶紧转去。对啦对啦，歹势歹势，煞袂记讲哦，阮爸阮母啊吼，啊就伫咧山顶哦，有影较无方便啦。我想哦，后座再过来，啊无阮要顾事好啦。这将军大人，后会有期，你的身体就要好好保重。嘿，好好保重，顾事顾事。原来当做我的助手，亲像美好甜心。伊甲阮相公，才头一摆熟识，就这尔有情。伊奶奶互阮阿燕做二房的真适配。哎，阿燕啊，啊当迄两位姑娘叫做什么名？嗨咯，我袂记来问啊。哎呀，啊你哪会这糊涂啦？哎呦，阿娘，你是安怎？阿娘，药啊全好啊？阿妹呀，啊我都爱讲几遍你才知影，我甲你讲我都无爱食药啊。阿娘，这药啊，你若食落去，对身体是有好无歹的啊。我都无爱呀，规嘴内拢药啊味啦，啊闻到药啊就强要吐，你紧摕走摕走啦！
阿燕，恁阿娘是身边，身边爱心有伊。安尼啊，你心肝内到底是咧想啥物呢？想啥物？啊，确实嘛是想着你。为着我，是啊，生恁10个兄弟啊，恁大兄甲8个小弟，人是拢安尼三妻四妾，甲我生甲一阵查甫孙，也你呢，生3个拢查某囡仔，无甲一个会当传恁这房的香火啊！安尼啊，原来你就是为着这件代志伫咧烦恼哦。哎呀，佛经有伫咧讲，男上女上拢平等，夫妻相了无离婚，众生百苦着当边，天下为怀做头顶。众生艰苦着问皇上，你无后事是挂心无？安尼啊，好啊，你出去，我有话要甲阿妹讲。哦，要若安尼，海里就固定。阿妹啊，我拄则所讲的话，拢总是事实。拄则讲遐是毋是会去伤着你？阿娘，袂啦，你毋通想遐济。我安尼想来想去吼，就是阿燕互我上操心啦。我嘛知影讲，你甲阿燕当初是以死结缘，论佛成情。恁两个人会当提亲的过程是非常曲折。恁夫妻结合，用迄讲是一文一武，一对灵凤配。为娘嘛非常满意，只是阿娘，我了解你的心意，我会劝阿燕搁娶你吧。真是的。阿娘，我了解团圆会的重要，而且我的身体嘛无法度搁生，假使阿燕搁娶你吧，生几个查甫孙，互阿娘放心，我嘛欢喜。阿妹，你会当安尼想，我就放心啊。对啦，你看救阿燕迄个姑娘如何？阿娘甲伊个人，甲我所想的同款。啊，那安尼就真好啊！较赶紧，你叫师爷叫人去调查，看伊是倒一家的姑娘，啊，伊叫做什么名？是毋是有甲人定亲过？是。阿妹，阿娘是毋是甲你骂？无啦，无，你是安怎那咧哭？我的目睭是去互风飞沙淹着。唉，咱兜要倒位有风飞沙？到底阿娘是搁甲你讲什么啦？阿娘的心意，你嘛了解。阿娘是希望我肯你娶你房，你同意？当然啦。唉，你哪会用去同意啦？咱两个翁仔某结了遮侪年，会用去讲以媒同产，以德同称，以柳同名，以英同声，咱是火利的先生。搁再讲，咱两感情遮尔真深，什么人都袂当甲咱两个拆散。阿妹，我对你的心永远无变，我绝对袂同意娶你房，你一定爱放心。我才袂放心呢。你若唔娶，到时阵阿娘的身边若搁硬起来，一定会怪我，讲是我咧主动的。袂啦，这个代志我会出面来解说，是我不爱娶，唔是你的意思啊。对啊，阿燕，你敢知影迄两位姑娘住伫什么所在？我哪会知影？你问这要创什么呢？依旧上宫出险境，立冬大礼得温情。受伤身体煞无清，我煞无问伊的芳名。对啦，你敢有派人去收拾遐卫兵的尸体？一切代志有办好势无？有啦，我昨昏就交代师爷去办啦。阿燕，你陪我上山去拜访老禅师好无？哎呀，我都甲你讲甲遮清楚啊，你还佫袂死心，一定都爱佫去找补一禅师哦。啊，着阿娘的交代，袂用我唔听啦。
啊，到时讲准爱讲人，啊爱分相牵连。以什么名这并无重要，上重要的是你的心态。我的心态，人的心态就亲像长流水，人若咧生气的时阵，就敢若面丝薄薄；人若怨毒的时阵，就敢若面丝带流水；人若是温柔善良，就是敢若面丝小小的溪水，慢慢啊流。我即嘛嘛毋知要安怎才好。我做想要知影伊的名，搁惊知影。我即摆心情，就敢若是转来啊。对啦，转啊转，这也做照我心。转得出是外出包容心，一家平安；若是转袂出是外出怨毒心，家欠不宁。阿妹，你敢想要试看觅咧？你袂后悔？袂，转会出，转袂出，咱有老上司甲我做靠山，我袂。我老啊啦！我这老甲强要卖无多豆啊！我哪有法度做你的靠山啦？规支经拢有煞气。老实讲，恁昨是毋是有去杀人？阿爹，人是不得已的。原来，我叫你操经受心，你竟然出去杀人！我爸啊，你咪教阮讲，做人就爱有正义感，咱这是叫路见不平，气死行人啊！阮看到迄萧将军哦，去互人甲杀咧，所以阮两个哦，唔知去来救啊。你是讲倒一个萧将军？就扬州刺史迄个萧将军啊！你别人唔去救，啥人叫你去救伊？阿娘，萧将军是一位公忠体国、幸福爱民的好官。姓萧无一个是好官，以后唔准你搁去救。阿娘，为什么咧？有人伫个无？你起来！员工，你开门去看什么人来？是。天公，你敢在遮？是。萧夫人，恁哪会知影阮兜？是老禅师好意甲阮讲的，若无林海茫茫，真正毋知要去对找恁。要毋过，即阵无啥方便的。员工是什么人来？这位是？这位是萧夫人啊，昨昏询问两位姑娘，叫阮萧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请收起来。卖甲摆迄套，救人哪咧救狗？员工，上去。真歹势，阮阿爹脾气有较大点无啊？若是有失礼的所在，请恁多多包涵。员工，你来。求处理，这是萧大人的管教呢，也当对咱萧大人无礼。所以啊，这件代志，等会千万袂用讲出去。我知啦，然后萧大人知影我若卖狗吼，代志就大条啊。阿美啊，有找到迄个姑娘无？找到啊，也毋过丁姑娘因阿爹面相真歹，讲无两句话就话要送客啊。因阿爹是甚物款人物？看起来敢若像拍拉的人。拍拉的人？拍拉无迄种胆量，也嘛无迄种功夫，会当教出恁两位查某囝遐尼啊高强的武艺。我看伊毋是一个普通的男人。安尼啊，既然因阿爹对咱有成见，我看提亲这件事恐惊是有困难。阿燕，知影你去找丁姑娘无？毋知影，伊连姓啥物都毋知影。真好，那安尼，咱这件代志就爱暗中进行。既然咱敢有代志要去救人，就爱诚心诚意
求甲人答应为止。阿美，做人10位将军的母亲是真辛苦。你了解阿燕只不过是10年，我了解阿燕是38年。安尼啦，你叫人去调查伊那底的来历，然后咱才进行第2步棋。是。苏爷，是啥物代志？看你安尼冲冲蹦蹦，在创啥物？大人啊，我是有代志要禀报啦。有啥物代志？你赶紧讲啊！京城快要来报，讲皇上吼，即马不时3更半暝就出宫，封锁街路，处处擂鼓，将百姓吼当作野兽伫咧围杀。小主管，哎呀，你这个昏君啊！天赐重任护万民，当然尽忠报天恩。你却逆天歹事情，早晚必然祸事轻。皇上不能杀黎民，百姓枉死万难生。不如咱兴兵行城镇，代天行道王业成。这个代志千万唔通弄扬出去，也是见机行事。大人，若无啥物代志，在下告退。啊，稍等。大人，还佫有啥物烦恼心？对啦，我是想讲，要派你去探听，救我倒转来迄两姑娘的来历。啊，好啦，我来去探听。但是这件代志唔通互夫人甲老夫人知影。遵命。阿娘，这份调查报告，拄则苏爷差一点仔就互阿燕发现，加在苏爷反应紧，叫小芬客户我。阿娘，因阿爹是啥物来历啊？伊叫做丁原，是当年老爷的副将。既然有这层关系，安尼代志就好办啊。是咪哩好办？这件代志，今日连我出面都无法度通排解。啊，工是工准爱工人，啊爱分小牵连。声声若好照风，金的招牌。伊叫做丁原，是当年老爷的副将。既然有这层关系，安尼代志就好办啊。是咪哩好办？这件代志，今日连我出面都无法度通排解。阿娘，丁原甲咱小家到底有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丁原本来是检举仆妓贪污，想袂到老爷糊涂，竟然会听信仆妓的白贼话，将丁原关检喺狱内。想袂到，伊仆妓心肝真凶，竟然派人暗中放火烧丁原因兜。可怜的丁夫人，被火烧甲两眼失明，伊阁抱走因2个查某囝，逃出火坑。原来伊甲咱小家有一段冤仇，才会对咱无礼。家在丁原逃狱，也若无老爷糊涂，要将伊处斩，哪咧冤仇就搁较深嘛。所以丁原才会稳记伫深山拿来。老爷搁欠丁原这个公道，那安尼搁煞咧第2步棋，我嘛煞毋知要安怎行。大人，你来咯。安尼啊，你甲阿美的代志讲煞未？讲煞。啊，你来遮有啥物代志？拄则苏爷倒转来通报，伊伫咧讲京城一带人心惶惶，皇上怜小无知，伊自将所有老百姓当作野兽，3更半暝写字打蜡，害得百姓叫苦连天啊！哎呀，罪孽，真是罪孽！皇上这么残忍，以后一定会落地狱。大哥萧炎，伊是益州的刺史，咱小家有兵权有势力，势大招风，恐惊会变成皇上的眼中钉。你放心，皇上也都爱靠恁兄弟的力量来抵抗魏军，伊目前袂写恁的兵权。阿
你有啥物拍算？我也是就阮买马，按兵不动。阿娘，我过来底吼。唔免啦，好啊，我爸。阿娘，那依你看来，什么才是好官？即马天下遮尔乱，要哪有一个好官？要毋过人咧讲乱世出忠臣啊。乱世拢是一寡遐狗官伫咧作乱，忠臣要哪有出头天的日子？若毋是互人掠去关，便是互人走。对啦，阿娘，阿爹的武艺显好，伊哪会爱去将军？将军走都无性命。有包用心有平安，无怨独心无超凡。百步穿杨不欠穿，两府温婉袂过悬。无怨无恨不成家，人生海海过道莫伤济。某若娶来是咱的，合家平安无问题。目睭抓一粒线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酒后吐真言。感情世界有啥人证明？最后甘袂变云烟？爱你这用心，不敢对你有欺骗。你对阮的爱，希望真正有缘。爱你这用心，无奈不敢有怨言。你对阮的爱，一定不敢表现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，爱分相牵连，步步选择